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12月16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新北市长的当选人高虹安涉嫌诈领助理费，兼调查方发动搜索约谈，今日透早高虹安以60万交保。台南客家枪击案，警方表示已经有抓到一个指挥战劫嫌犯，详细情形要交予检方说明。继续关心新北市长的当选人高虹安涉嫌诈领助理费，今日透早以60万交保。那上界重要的证据，小坡是欠伫高虹安的私人电脑，这台电脑佫拄好送去修理，所以检调是未付查扣。即马爱佫追查。那检调昨昏伫国会也咧开会的期间，就冲入去立法院去敲高虹安伫立法院的办公室，嘛防这个有伤害国会尊严。在野党即马拢呼吁唔通政治对杀、政治办案。新北市长当选人高虹安因为诈领助理费风波，昨日得到60万块交保。检调一直伫这关键证据电子档的内效，原始档案放伫高虹安私人的桌机，密码敢若高虹安前主任黄慧文，也甲现任主任黄连辉知影。不过桌机送修，互检调找无，未付查扣，爱阁追查。检调大动作搜查高虹安立法院办公室，互行政司法立法权的界线，搁再浮上台面。过去检调伫搜查，大部分会利用休会期，因为立委伫国会开议期间受到宪法征收条文的保护伞保护，你做要逮捕、收押，拢要得到立法院的同意。所以检调强势侦办高虹安的案，毋但立法院的保护伞失效，也互立委这个伤害国会尊严。看起来是秋后算账，然后政治追杀的味道很浓厚哈。那当然，我们尊重司法啊，我们也希望检调勿忘勿重，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只是这个效率啊，出奇的快，出奇的好啊，这个让人家吓一跳。不希望就是说检调会有政治办案的一个让外界质疑的一个问题哦，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还再次郑重的呼吁，也正告我们的执政党，正告我们的特定媒体。要适可而止。国民党赖书报认为，这是选后的算小，政治对杀的意思正重。民众党屈新苑爱检调卖政治办案，若是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一直面册讲案件爱照步来，叫民进党民主宪政袂使失守。若是高虹安25是毋是会当宣誓就职，引起关心。若做无法度宣誓就职，也袂当伫3个月内补宣誓，依照规定爱伫3个月内补选。25号前他比较不太可能被抓走这样子，所以可以参加这个不清。你们到底在问白痴的问题？到底是人家真的交保了，还是问这种白痴的问题？进前预测高虹安当选是自我毁灭的开始。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表示，卖乌白牵拖，爱尊重司法。按照顶制度法的规定，市长涉犯上轻本刑5年以上的罪，经过羁押也是一审判决有罪，由中央停职，再由副市长代理职务。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是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和台湾日本关系协会成立50周年日子。总统蔡英文有接见日台交流协会会长大桥光夫，希望深化两国的关系，嘛希望日本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和 CPTPP。未来，台湾将持续争取参与国际组织以及加入 CPTPP 等区域经贸合作机制，希望日本能够持续的支持台湾。面对全球威权主义的扩张以及后疫情时代的挑战，我们也期待台湾和日本在国防、安全、经济、贸易以及产业转型等各个领域呢，持续的开创新的合作结果。蔡总统感谢日本将世界支持咱台湾，嘛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大桥光夫是表示，台海的安全受国际上的关心，台海和平对日本对区域的安全拢有保障。所以，包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美国总统拜登，也有这些真侪国际上的领袖头人，拢有强调过台海和平的重要性。来关心选举，这是台北市的立委补选，国民党即马用脓包来敲死吴怡农，这是引起吴怡农批评讲，哪样的人讲话乃遮尔无水准，伊无法度接受。对手王宏维是回呛讲，安尼吴怡农会当提出证明，提当证据证明家己无假路。另外，针对民进党的前立委郭正亮是讲，吴怡农即马是一个人在拍选战，民进党中央拢无人要插伊。吴怡农是强调，伊的团队好好，无人离开。一再的用脓包的字眼来侮辱我，
这已经超过了选举操作的界限了。国民党的主管的言行这么的不入流，我觉得我完全不能够接受。针对蓝营一直警惕伊是脓包，民进党吴怡农批评国民党讲话真歹听无站站，对政见无提出具体回应，也加建设性的批评，已经超过选举手段的界线。对手王凤仪是应讲，民进党是两种标准。吴怡农先生如果觉得他自己不是脓包，那么他就拿出具体的作为证明他不是。进了厨房就不要怕热啊。那么对于所有的检验，请你可能用正面的态度来面对。立委补选持续竞争，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刘文杰点出，吴怡农补选的选区哪派人较济，而且补选投票率无悬的情况下，应该采取攻击的角度来处胜。不过前立委郭正亮是讲，党中央无法度甲吴怡农沟通，竞总内部真侪人拢已经慢慢离开，吴怡农是家己一个人伫拍选战。许多媒体名嘴朋友的想象都很丰富，他们对于细节的了解甚至大于我们团队本身。我不知道，无法回应，因为团队没有人离开。吴怡农有关于他的公共政策，还有他的论述，可以说反反复复，朝令夕改。如果你作为一个辅选的主要的人物，大概看了也会摇头叹息。王凤仪认为，吴怡农伊的论述也甲公共政策正乱，这是事实。若是是不是会邀请正副总统徛台？吴怡农回应，所有人支持拢真感谢，也拍拼争取。3礼拜后选民的一票才是上关键。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美国的联准会是宣布升利息升2码，嘛有放风声讲明年会继续升利息。欧洲的中央银行和伊格兰银行嘛咧对咧升利息升2码，来应付通货膨胀的压力。严格升利息，嘛有可能会造成经济衰退。欧洲股市就受压，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嘛跌超过2%。伫美国联总会就是决定升利息2码，佮暗示明年的利率也会更较悬了后，总部设伫德国法兰克福、欧洲央行也佮英格兰银行15拢决定对咧升利息2码。The Governing Council today decided to raise the 3 key ECB interest rates by 50 basis points, and based on the substantial upward revision to the inflation outlook, we expect to raise them further. We expect inflation to start falling more rapidly, probably from the late spring onwards. But there is a risk that it won't happen in that way, particularly because the labour market and the labour supply in this country is so tight. 不过，这摆升利息幅度拢比前一摆11月3码较细，因为欧洲央行有期通膨率会伫2023年开始降低。英格兰通膨率伫10月达到41年新高的11.1%了后，11月降到10.7%。英格兰央行有估，要到2024年初才会回归正常水准。市场分析师认为，升利息和经济数据落差带来去，恐惊看到公司财源开始失业率提悬，经济陷入衰退。I do think that we are headed for recession. History says that when we've had inflation this high, when we have seen year-on-year reductions in leading economic indicators, and we have fallen into an earnings recession, and I think that is an increasing possibility that we have then fallen into an economic recession. 受升利息加上投资人烦恼经济衰退，欧洲主要股市受压，法兰克福加巴黎股市大概幅度超过3%。美国连2天大落，道琼工业指数盘中不动盘787点，三大指数收盘落超过2%。公司新闻电话人评价。对美国的卡布，咱的中央银行伫昨昏也公布升利息升半码，储贷款的利息即马是已经到1.952%，总共有少1000万，分20期来还，20年来还，等于是一年爱加纳3万通块，负担嘛愈来愈沉重。这礼拜是超级央行周，美国联准会15个升利息2码，台湾央行也对咧升利息半码，帮大众享受影响。那贷款1000万来算，无形本息、无宽限期，贷款10年，个升利息半码了后，利率有机会到1.952%，一年爱加付差不多3万块，相当是上班族一个月薪水。说再升息半码，那足额反应的话，这个利率呢就即将逼近就是2%了，它一年就差不多要
多付这个3万多块这样子的一个利息负担。那对买方来讲，因为他的这个负担变重，购买力相对就压缩了。房仲表示，以5大银行平均房贷利率来看，在2008年以前才有超过2%水准，也就是讲利率有将近14年时间拢正低，所以房贷族对央行连4摆升利息是无法度适应。另外，为台北市上新公告的2023年土地限贷已看到，全台北市平均调付111年1万起3.71%，其中台北101大楼公告土地限贷每平差不多655万，摕10连霸。主题区部分由丰盛地保连续12年做地红。为了让房地产慢慢下手，央行总裁杨金龙在15记者会顶悬，伊佫表示，打炒房措施会实施较久的时间。对于投资的人，对于买房子所谓开发商、建商的资金周转来讲，都会有影响。所以没有卖出的房子，只有卖出价格。在资金周转的成本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呢，房价未来在央行的资金的控管底下呢，过分投资炒作的房价会慢慢的减缓。关系居住正义平均地权条例伫法院放8个月了后，总算要伫下礼拜摆审。伫审查进程，昨晚邀请4党立委共同呼吁，坚守限制有售处换约转卖受法原则，阻挡投资客不当炒作，各明定施行日期，希望早日完成修法。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南市议会伫今仔日召开临时会，进行客家枪击案的专案报告。警方有表示，因已经有抓到一个指挥侦缉的嫌犯呐，也过详细情形要交予检方去说明。16透早，台南市议会要进行客家88枪枪案的专案报告，警察局长彭永玲来说明进度。不过伊还未上台，最近因为发生有议员到派出所骂警员的代志，又搁互拿力的小亮。如果你们认定他没有违反公务，那你就公布给我们看，这不存在嘛。如果你们认为他有违反那个妨碍公务，那你就请检察官一定要侦办，就这么简单。这个情绪的发射，因讲因妨碍公务，这点，我的认定啊，迄无构成妨碍公务啦，这有个资法的问题。这因若无违法的话，到时造成伊名誉上的伤害。国民党议员要求公布画面，不过警方强调已经函送检方，无检方的同意未当公布。多一个专案报告进行的讨论就开1点钟，吵来吵去，明显拢是为着正副议长的选举。所以我也遵照议会的决议，把整个保存的光碟移给检察官，让检察官来认定。某市议员涉及妨碍公务案件，本属于15日已接获警方函报指挥，并分案由检察官侦办中。就伫专案报告进行的同时间，枪案传出新的进度。警方表示，又搁抓到一名属于指挥侦缉的嫌犯。台南地检署下晡会进一步说明，这是枪击案发生到今已经过外月，开枪的人也未到案，犯案动机也唔知影，政治的效应却是直传。记者综合报道。全高总伫今仔日有公布今年咱台湾10大教育新闻，排第1的是中小学推动双语政策。另外，伫9合1的选举期间所引起的论文风波是排第2，严格都互批评，这个新闻实在是伤含糊。教育部推动中小学校双语课程，希望2030年打造双语国家。但是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伫年尾选出10大教育新闻，第1名就是双语政策。全教总认为双语政策去专业化，所以两边的教育内容拢真欠缺。特别是学生的一个学习，我们真的非常担心它会产生双贫乏的现象，也就是英语也学不好，学科的部分也学不好。另外，9合1大选引发大学研究所论文风波，全教总表示，政治人物适合力歪风，搅乱政学界线是今年第2名的教育新闻，而且论文抄袭。造假连续6档入选10大教育新闻，全教总批评教育部甲高等教育体系无彻底检讨改进。整个论文抄袭事件其实并非始至今日，11年内有6度成为我们的10大教育新闻，足见问题之严重。10大教育新闻排第3的是书校体长条例上路，另外全教组嘛选出上届喊过的金理奖，得奖的就是前2名的双语政策，甲台大国法所论文事件。记者在李福凯台北采访报道。另外来关心，为着要推动老车太旧换新，要减少空气污染嘛，要做到减碳。环保署是预告讲要提供补助。
总共是旧车去换电动车，也是换较新型、较环保的车辆，空气污染会当减量，上济会当摕到3万块的补助，按算明年元旦开始实施。大台小台车伫路里拍走，排放温室气体嘛制造空气污染。为着要鼓励民众甲业者减碳减少污染，甲旧车换做电动车，或者是较新型的环保车。环保署已过空气污染的补助甲减碳奖励等等的草案，希望会当写民众来换车。希望能够加速的来淘汰比较老旧的车辆。你把这些燃油的老旧的汽车，那换成电动车辆的时候，环保署最低会补助给民众是15000块钱。旧型轿车换做电动车，会当另外领15000块的补助，不过民众拢无啥愿意。这种好像没什么诱因吧？目前还不会嘞，好像充电的设备不是很充足嘛。这届已过的空气污染补助金额，为奥多拜到柴油大货车拢有，上悬3万块。汽车会规会运商业同业工会表示，柴油大货车若要换做电动车，恐惊阁爱一段时间，因为若准要换做更较环保的绿机车，车头都爱400-500万，补助3万块尔，根本都无算啥。我想诱因都没有啦，出来的车价都比3万块多了好几倍了。政府补助旧车换电动车，民众认为充电的环境阁无够周全，未清清楚楚就走去换。环保署表示，这届移购的办法是配合相关的电话原则来推动，也就是宽屏业者推动开发行为的时，若准有增加空气污染甲温室气体排放，就会当透过平台来买旧车减碳减污染的扣打，来拄家己增加污染。记者林静梅、林启坚台北报道。来关心泰国的王室是对外证实讲，44岁的大公主因为心脏病发作失去意识，互紧急送病院，即马是需要用药膜。外界是咧诱讲状况看起来应该是无啥乐观，那泰王嘛已经搬去病院。根据泰国王室15日声明，泰王瓦吉拉隆功的大汉查某囝，今年44岁的帕查拉吉蒂亚帕，则是伫曼谷东北部训练狗的时阵雄昏去，互人送去附近的一间病院，再来用直升机载去曼谷朱拉隆功病院接受治疗。泰国全国会上领导人已经下令全国的会上一天2届为大公主祈福。泰王瓦吉拉隆功原来坐飞机去探视。英国广播公司 BBC 指出，泰国王室对媒体发布的医疗消息，大部分是无讲证明，真歹判定大公主的病况。长期关心泰国王室动态的英国记者马歇尔，一直社群媒体讲，帕查拉吉蒂亚帕情况无啥乐观，需要用到叶克膜，所以有必要飞去曼谷接受治疗。推测王室真有可能是用安尼来维持性命，再搁安排后续的代志。帕查拉吉蒂亚帕是泰王甲头一任家后所生的上大汉的囝，为2016年泰王普美蓬过身了后，大公主就一直是瓦吉拉隆功决策的人员之一，个任命伊是泰王私人卫队高级官员，伊也是王室成员内底成就上显目的。有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硕士加博士学位，也热爱运动。泰王也未指定王位继承人，小妹西里万瓦里公主也甲小弟提邦公王子拢有接班的资格。根据王室的传统，一般拢是王子继承，不过提邦公王子有自必证。帕查拉吉蒂亚帕是真敖做代志的王室成员，外界普遍认为伊是上适合的人选。帕查拉吉蒂亚帕是泰国长期宣传宪法改革，特别为女受刑人讲话人。泰国是全世界女受刑人人数上侪国家之一。伊也伫2012至2014年中间，捌担任泰国驻奥地利大使，同时也担任过联合国毒品犯罪办公室东南亚亲善大使。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再镜头来英国，因为物价起钱变薄，英国有10万的护理师行上街头头摆参与大罢工，要争取加薪水。虽然已经事前警告，护理师一天的罢工行动都可能互病人受威胁，英国护理师依然决定为家己权益发声，因要求加薪水19%。这参加罢工的护理师表示，护理工作即马是伫危机时刻。Student nurses are now paying £9,000 a year for their education, and they are working on the wards full-time, unpaid, and having to do a degree on top of that. They come into it for a wage that isn't going to let them live.
英国上大护理师工会皇家护理学院 RCN 伫英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差不多10万人，迄一天为早起8点到暗时8点罢工，毋过提供维持生命甲急诊护理医院继续运作，一寡常规手术甲其他安排好的治疗拢暂停。俄罗斯特郡的轻伤甲疾病2个诊疗部门已经关起来。进前英国政府提出新催协议，毋过无被接受 ，RCN 的要求无法度负担。Last year, we made a special case where nurses got an extra 3% when others in the public sector did not, asking for a 19% pay rise, way above what most viewers themselves are receiving, is not affordable. 英国第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已经率升悬到41年来上悬的11.1%，在9月小可下降到10.7%。RCN希望加薪的幅度远比通膨率较悬。护理师有稳定生活基础，也互医疗体系伫化疗透视、动情甲护病房甲新生理照护得到保护。有愈来愈多护理师用食物银行维持生活。目前也有5万的护理师的头路，有专业背景的人可能转去收入更较悬的头路。RCN认为当局应该做一寡代志，尽量保住专业。英国政府对这波罢工表示遗憾，愿意就更较广泛的问题来谈判。不过，这么悬的薪水协议无法度讲落去，一波的罢工会伫20举行。公视新闻黄文玲报道。镜头等下，咱讲来，咱来关心南方澳大桥伫礼拜日要通车，那伫桥的两边，即马有到124帕 LED 景观照明的电火，最近有点多，夜景水当当，成人目，希望会当成做南方澳新的景点。以花卉的形体成做意象的南方澳大桥，两边边用蓝色的电火烧落，类似伫大海同款，是真显目。这条桥按算18完工通车。公路总局最近测试暗时的电火，15暗时决定讲，为了结合海洋的意象，电火色水设定做蓝色的，成做南方澳新的夜景。在地民众讲，看落是真水。暗时安电火拍落，你感觉哪？很漂亮，很漂亮。符合你的期待不？有。对，因为我们期待3年了嘛。感觉嘛无嘛带来迄个人客观光嘛拢袂歹啦。最主要讲伊南方澳本来一条咧出入真无方便啊。这个紧通车是紧大家带来方便啦。南方澳下港大桥中间的工程开9亿5700万，有796公尺长，耐久的年限是100年，有抗腐蚀甲耐震的设计。桥面上悬的所在离海面18公尺，公路总局还佫开1200万，伫桥的两边安124帕 LED 景观照明灯，暗时若测到发出蓝色的光，光影照伫海面的，这条桥伫暗时是开个闪闪死。民众讲，规个看起，类似牛郎下过南方澳要找这路的大桥。景观照明是为了要增加这个整个南方澳地区的一个景观的一个亮点，然后也不惜斥资来做这个装置的一个艺术。南方澳大桥18会举行通车典礼，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拢会去参加。苏花界工程处讲，照明的设备设定完成了后，大桥所有的设施都拢已经完成啊。未来桥顶的电火，大家拢会点互到，希望会当带动新的一波观光的风潮。记者综合报道。为了配合政府的能源转型，减少土炭，粉林卖料的气电公司要把烧土炭的机组全部拢改用天然气的。这改建工程即卖已经通过环评，不过委员嘛要求讲，一定要做好海影的保护，而且嘛要做生态调查。粉林县政府拢表示支持。为着能源转型，卖料气电公司会改用天然气发电，甲氢气占比提升到50%，氢土炭降低到30%。新设2组氢气复循环发电机组，取代本地3台氢土炭机组。完成了后，预估会当减少3成到6成的空气污染物。14经过环评大会审查通过，工期按算5年就当完成。整个煤转气的部分那我们第一阶段就是锁定所谓的卖料电厂要优先转型成天然气那这次也顺利通过那未来我们会持续来做一个关注。那针对整个施工的期程当中是会造成一些公安的一个情况或者是未来管线的布设我们都会特别的关注。环保局表示，卖料电厂转型甲卖料港开发对当地拢有正面影响，原则上是支持。不过，希望开发单位会当遵守着环评承诺，做好环评委员要求的海影保育、甲绿色生态调查等等。当地环保团体也希望企业会当到各地头向在地居民说明。
来转天然气所以相关更多的细节应该是要更多跟地方来沟通讨论就是说有关这4座天然气接收站设置的这个过程跟这个过程里头，是不是会对周遭的居民产生一些影响？当地环保团体表示，企业会当将核涂炭改做是核天然气，减少空气污染排放，因是真赞成。也针对沙坡街起4座天然气接收站甲码头，希望企业会当建立相关公安事故发生时阵应变处理甲沟通的制度，才会当减少当地民众记录。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寿山动物园经过年外的改建，今仔日重新对外开放。上大特色就是有一条440公尺长、2层楼高的空桥步道，后民众会当用搁较开阔视野来观察动物的生态。试营运的时间限定普通时啊，上侪2000人；休困时啊，上侪3000人。也若一开放，票随风注文了了。寿山动物园顶开幕第一天，游客真欢喜排队要入场。毛幼稚园带囡仔来互我教学，学生囡仔头一站都来看高水的好虻。好可爱哦，对不对？透过玻璃窗仔看好虻，拢总开5亿5千万，用2年的时间改造的动物园。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所在，就是这条2层楼高的空桥步道。行顶顶悬会当看到园区的养乐多甲黄牛，三婴仔家庭甲心障碍者拢会当去哩，视野嘛更加宽阔。带小朋友来觉得很兴奋，对，然后票很难抢啊，系统一直转不过去。16这天顶开幕，动物园未来要采用预约制度，若试营运的期间，平常时入园限制2000人，假日时3000人。因为票歹买，网络顶悬就出现黄牛票，本地大人一张票是40块，即马是化到一张100字，起3倍。黄牛票是这个法律所不允许的行为所以我也会我们的警察局也会针对这些来重点的来查缉。应该不会吧？就抢不到就等买得到的时候再过来看就好了。市府强调袂引准黄牛票，会请警察来调查。嘛强调讲，采用预约制度是要让已经1档外无甲人接触的动物较无负担。建议民众免抢伫新开幕的前几工入园，嘛别买黄牛票，刷落来会阁看情形来调整。记者王周婷、林昭宽高雄报道。镜头来台中，最近台中大理的民众是发现讲，大理运动公园的停车场停车费那亲像变较贵啊。有民众就怨叹讲，这个月换新的包厢了后，本地呢一天停车上侪是收100字，也毋过一停24点钟，煞讲爱纳48。市府是表示，因为来遮停车的拢是住附近的人较侪，所以未来会提管备月票的比例。民众赛车入去台中大理运动公园的停车场，不过民众还怨讲，因为这停车场本地是有设一天上侪收120块的优待，不过自从12月开始煞向改造，当天收入无达动，也就是停24点钟爱开480块，比本地是贵4倍。一整天下来就。不要算油钱了，我顶多停车场费就500-600块，那就划不来。不要迫使民众说要赶快离开，这个道理好像有点矛盾。有民众表示，唔知影包厢已经换人，只知影讲入口看板有换，看车了后才发现讲这停车费起价啊。附近的居民表示讲，若准家己无车位，敢若会当将车停伫遮，无包着几下价，这久来停车费也是真惊人。比如说当天最多就是120或210嘛，你可以订一个那个出来。我觉得这样比较合理的。市政府解说讲，12月换新包厢了后，包规仔是1800块。这个停车场的客户群以包规仔的居民较多，为着要平衡停车需求加增加周转率，业者才会取消一天上侪收偌济优待。厂商再去就这个使用特性，还有一个停车场使用率的部分，包含市场机制在做一个滚动的检讨。台中市停管处表示，真正是业者家己提供优待，这新业者是为着因应市场机制，而且也有明确广告，取消上济收偌济，符合相关规定。日后也会调悬这包围仔的比例，也要求业者随时做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农委会含教育部有推动学生囡仔食中昼顿，唔但爱食饱，嘛爱食好健康。有推动学生囡仔中昼顿的食材是爱食有产销履历、有 CAS 标章、有机认证的农产品。农委会伫今仔日着展成果，伊嘛强调，偏乡的学校推动达成率已经有9成5。也毋过针对外界较关心的是班班食就班这个政策，农委会表示，目前确实是卡伫机会供应的问题。
这菜色拢摆出来，看起来真好食款。农委会农粮署推动学生中斗等有产销履历、CS 标章、有机农产品标章，甲 QR code 通追踪实在来源的3种 EQ 制度。昨日举办记者会，公布偏乡学校的推动进度，讲今年已经为2020年的56.45%提升到95.71%。3600所公立中小学依据教育部统计，有大约1/3是属于偏乡的学校。各个学校的学生在营养午餐的安全跟品质上面有大幅的提升。农粮署补充3种 EQ 制度，唔来兼顾实在安全，甲国内农民的收入。现主时，台湾甲国际拢咧推动净零碳排，加使用国内食材，也会使降低运输成本，达成减碳的效果。另外，各界也真关心正中央的班班食酒班政策，讲这学期要予学生囡仔的中昼顿食4摆，却因为供货的问题延前。目前金门县甲连江县也无食到。除了金门跟马祖的2个离岛还在订船期，2个礼拜前还有9个县市没有吃到。好，那到了这个星期只有剩2个县市，主要是10班的供应。好，那我们还在全力在努力中。行政院表示会继续做鱼市的调度，完成承诺。记者郭文祥随台北报道。唔是每一个听众者拢会晓用手机，除了会使用手机沟通，有一款是透过即时拍字幕来传达信息。台北市的社会局就提供这项服务，那今年服务的时数是创下新高，显示真正有需求。那民间团体毛伫导览活动的时提供这项服务，做到资讯平权。这时刻常常看到的听打服务模式，拍会字会出现伫电脑荧幕顶悬，或者是投影到大荧幕，互现场听众者看到。因为唔是所有听众者拢会用手机，及时听打都是一个重要的接收资讯方式。我们社会局呢非常重视身心障碍者的资讯平权哦。那就听语障人士来说除了提供手语翻译服务之外那因为有些障碍朋友他们不熟悉手语所以呢我们也从105年开始推出这个听打的服务。听打的模式在疫情期间也无同款的做法。我们采用了云端投影的方式，好，让他到每一个地方，比方说抽血，比方说照 X 光，比方说麻醉等等的时候，这一个使用者他透过无线平板的方式，可以看到每一个关卡他必须要做的事情。这时候听打员并没有跟他挤在一起的。听打人员透过咱的语音听到护理人员声音，在距离应用平板无限投影提供字幕。另外，若拄到人济所在，常用的方式是提供分段文件分享，听众者透过家己的手机就能看到字幕。疫情等好了后，今年各用户外导览提供移动式听打。详细看导览人员伫说明时阵，后边有人提荧幕，听打人员对伫后边，找一个用拍字的所在，用听清楚导览人员讲的话，因就用及时将字幕拍出来。导览的物件，平板顶悬的字幕加手机翻译员，拢伫听众者同一个视线范围内底，用真方便得到资讯。因为疫情之后，导览者戴着口罩，听障者是有些读唇，他没办法看。我这活动办了之后，听障者他们的反馈就是觉得说，有这样的活动，然后又有听打，他们愿意走出家门，愿意参加各类的活动。用心提供有温度的服务，台北市社会局轻举将沟通服务方案听打服务。虽然自2020年3级警戒时阵，服务时数降低，不过依然维持1000个点钟以上。了后是每年成长，服务时数是全台第一。单位表示，有需要的朋友，不管是个人或者是单位，拢会用电话、简讯或是传真提出申请。台北市的听众者也应透过1999手机时讯来协助申请，也保障资讯平权。记者综合报道。真侪公共垃圾桶，民众常常唔知影要安怎分类，要安怎等，所以有一寡人就规气把这垃圾凊彩黑白拼。有民间团体和新北市政府即马合作，重新设计这垃圾桶，希望引导民众做好分类，做好回收。
浅色的设计粪扫分类资讯写甲真详细，这是民间团体推出的新型粪扫桶，帮减少民众粪扫分类错误。表面做粗粗，也避免民众凊彩甲粪扫拼在粪扫桶头顶。它该怎么去放？其实有时候会困扰民众。你要让民众能够浅显易懂。我们其实做到了资讯跟很多指引的设计，去帮助民众可以很明快的找到它对应的垃圾桶。民众会来到垃圾桶前，他可能会先稍微看一下说，哦，这是什么垃圾桶？有没有长得有点特别？那进一步他会去好好的找说，哦，那我手上可能有一整包的午餐的便当，那我可以更进一步的怎么样去把它再做细部的分类。根据民间团体的统计，伫咧做回收的时，有40%外的民众认为粪扫桶的标示无清楚，地数唔知安怎分类。经过测验，发现这款粪扫桶会使提高民众正确分类的比率，为26%增加到53%。记者郭文长随新北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对日本时代到1980年代，高雄港边的盐埕埔是工商繁荣、正繁华的所在。只是讲都市的发展有较紧，城区老化，即马盐埕已经是旧高雄啊，而且人口嘛是上少的所在。严过这几冬有一寡少年家伫遮定居。组团队对菜市出发，探到4块里啊，互旧社区即马有新的活力。搁找少年人转来开店创业。明仔暗青春咱的网节目，咱就带乡亲同齐来看即马盐埕。高雄港边的盐埕埔，过去不是工商繁荣的所在，不过因为都市快速发展，社区渐渐破败。几年前，一群伫遮生活的少年人，对迄阵看起来犹阁旧凹旧臭的盐一市场开始介入，进一步办导览、办活动。疫情影响的这2冬，因设计实景活动，运用创意结合科技和资讯技术，互民众、游客、在地居民和政府单位看到这个所在价值。2019年的时阵，阮甲去申请一寡计划，然后来做阮咧讲的就是青银共事，少年家调银发族的大乡，做伙同咧市场，大家做伙做事。有盐一市场的成功经验，在地培力团队接续开办盐青商谈所，创造一个对话平台。一方面替老社区、老商场的厝主、头家看敢有适合的空间和工具，互少年人来生活发展；一方面辅导少年人想要创业，做实遇到的问题。我有法度有愈来愈多少年入来，互因透过我们去进到对的地方，那是不是刚好法度个降低因失败的风险？我的社区的导览都是从陈汉那边开始发展出来的。我在他的公司3年多，我能不能把一个商业模式去让起来？地方创新不是偏向才有需要，在咧城市的2林区也会面临空洞化的困境。社区老化、人口流失，造成产业结构转移，也引起亲像城中城这款社会居住问题。若要改变，就要定根在地，透过时间、运去陪伴、了解和试验。记者吴定武、黄文良高雄报道。农委会水保局为着要促进农村永续、农村活化，表扬对农村有贡献的人，伫台南后壁嘅张美雪和白河的魏宗基拢有得奖。咱来看因的付出。行政院农委会公布第3届农村领航奖得奖的名单，台南后壁顶塘社区的总干事张美雪，佮有白河将军山农场的负责人魏宗基，得到评审的肯定。市长黄伟德专工派人去甲因恭喜，肯定因的贡献。回来9年了，那一直在农村这边来努力那也办了好多的活动那我们这边也聚集了很多的这些在地不管是我们的那个社区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些青农子耕耘然后这样慢慢的走到现在我觉得受到那个大家的肯定也很开心魏宗基创立一个牌子，合作一阵农夫。
坚持友善的农法，而且拍拼推广市农教育。中美术高中毕业就开始做农业相关的工作，协助农民行销在地的好米，办理各种活动，带动观光。让我深深的觉得说，这份工作其实是我一生的志愿，也是我一直觉得这是我的使命啊！我一直以三生农业这个方式一直在努力推动，把整个串联起来了。那西部农业慢慢可以这样相对的动起来，台湾的农业才有希望。中美术阁有规总期认真参与农村再生，是农村社区内底优秀的人才，希望因发挥领导的才能，甲附近的农村串联起来，让这个所在永续发展。记者综合报道。下晡通天下，咱来去北非的阿尔及利亚生态公园。这个生态公园最近传出好消息，因为西部生4只已经伫野外绝种的非洲白鳃，细细只真古水，同齐来看。这亲像乌蝇鸟啊，同款白色的鳃仔囝，毋若是软熟熟真古水，伫全球国真罕咧看。هذه c'est une rareté. هذه c'est une rareté. هذه c'est les yeux bleus. 这种遮尔珍贵的，就发生伫北非的阿尔及利亚的莫斯塔兰公园。2只非洲的母鳃仔是生7只鳃仔囝，是4只白色的和3只咖啡色的。互公园是一个真活力。兽医华西尼讲，这个鳃仔囝的品种已经伫要绝种，进前伫野外就已经看袂到。Alhamdoulilah, donc c'est une première en Algérie et au monde. Ça c'est plus tard on va essayer de faire de l'espèce pour ne pas la perdre. Donc la sauvegarde de l'espèce هذه. 莫斯塔兰公园对2017年6月开放以来，总共有15只鳃仔囝是顺利出生，其中有6只是白鳃，另外还有其他的物种，像巴巴利马鹿、耳仔狐和白色的面加达虎、非洲的金龙等等，拢成功生后代。这个园区即马唔但有真多元的物种，各互民众会当真活来看动物，希望因感觉好耍，够有教育性。公司新闻单文应编译。有人饲宠物，就亲像咧饲囝，是心肝宝贝，会甲穿衫，会甲带出去佚佗。伫美国即马就有一间狗仔餐厅，内底的好食面，毋是煮互人食，拢是煮互狗仔食。甲写营业中的牌仔向外口，这间伫美国芝加哥的餐厅开始因新的一天，吧台顶悬摆各种的好料理，牛肉、鸡肉、猪肉、鱼仔、菜色果子，逐项都有。毋过这毋是要互人食的，是替狗仔准备的。This is something different. This is something new, and we didn't find anyone who was making food fresh in a kitchen and portioning, customizing right here in a location based on what you tell us about your dog. 这间宠物餐厅发现讲，真侪主人真爱这宠物盘，毋过佫毋知影爱传偌济物件互因食，可能看到狗仔目睭啼甲大蕊，就佫甲因饲东饲西，结果有50%以上的狗仔体重拢超过标准。所以，因特别针对狗仔的身体状况来替因设计食食的计划。We have theoretical values based on the weight and the activity of the dog, so that you don't overfeed your dog or you underfeed your dog. 毋过有当时啊，因嘛会听到无共款的意见，亲像有人讲狗仔哪着食遐尔好，甚至讲狗仔食甲比人佫较好，这种质疑的声音。All dogs are bred to be your best friend. They just want to do everything with you, and we want to do everything with them. People treat their animals like family, and that's important to us. 因希望人类上界始终的朋友，会当得到像亲人同款的对待，关心因食食的惯势，甲身体健康，减少宠物盘的辛苦白疼，嘛会当陪主人佫较久长的时间。公司新闻陈文英编译。小宝的人较够捡宝，物件若好好用二手的嘛无要紧。也毋过伫非洲，即马就有侪欧美国家送过的中古车二手衫，虽讲真正还佫通用，也毋过旧车乌烟膏污染环境，啊若旧衫再一摆，全拢是粪扫。伫非洲西部国家贝南的港口城市科多努，世界拢是像这种伫卖二手车的所在。事实上，非洲是全世界上大的二手车市场，当年有超过100万台二手车会送到非洲。专门伫进口二手车的国家，其中有一个就是贝南。根据统计，贝南每个月会为欧洲甲日本至少进口5000到6000台二手车，了后真侪车佫会转运去奈及利亚、查德一寡其他的非洲国家。因为非洲国家的民众普遍来讲收入并无悬，
买袂起新车，所以二手车伫非洲应该讲是真受到欢迎。但是这二手车真侪拢已经驶10年，甚至15年以上，车的零件已经旧去，会排放乌烟甲废气，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定定就要送去修车厂修理。修车厂的头家讲，因会尽量把车修理到符合环保的标准，但是二手车的现实状况就是安尼，无法度。Lorsque nous choisissons un matériel qui est déjà vieux de 10 ans, nous ne pouvons plus espérer avoir la même pollution qu'un véhicule qui est neuf. 伫另外一个非洲国家肯亚的首都奈洛比的这个市场，一堆一堆的二手衫裤堆甲敢若山同款，有袂少当地人是靠卖二手衫这种小生意趁钱饲一家伙啊。但是因为真侪用化学的合成纤维材质做的衫，品质拢真歹，根本就无法度搁摕来卖。所以根据统计，肯亚每年进口20万公吨的二手衫，其中有3成到4成会直接当作粪扫弹掉，造成另外一种环境的污染。联合国环境计划 UNEP 鼓励肯亚发展回收二手衫，搁再利用的企业。亲像这个合作非洲纺织品收集的组织，就伫奈洛比设35个二手衫回收站。将回收的二手衫改造做地毯，阁有各种袋啊。但是公司的创办人讲，因敢若会回收棉仔材质的二手衫，化学纤维材质的衫都无要收，所以减少二手衫本色的效果真有限。伊呼吁世界一寡大型的服装品牌，应该爱家己出钱来处理这二手衫本色，唔通甲处理的责任拢撒互非洲的产车国家。记者甘美恁编译。来关心下半部的天气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是2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18度，上悬有2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6度。外岛12度至20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咱再会。